阿日祖听我，作者陈金花。故事发生伫2010年爸爸水灾了后，迄摆阮的园仔水淹土嘛吞入来，会当讲是天灾受一祸。因为原本爱请拖拉机来吞土，却因为淹水的关系，拢免开钱就有土啊。大水了后的过冬，有一天，雄雄伫篱笆的边仔发现一蕊足水的花。迄时阵毋知是啥物花，阮小连续看3冬，拢是先开花才发现。因为是伫5月份开，阮决定甲号做母亲花、阿日祖花。水花水心情，就甲种伫山轮仔顶，想要互阿日祖花拖较济咧。感谢土地恩赐，感念祖灵阿日祖，互阮有即个土地通种作。旧年2019年的5月，花阁开甲足水，翕2张相片，寄互美凤看。伊讲迄是姜黄，阮想讲欣赏水花就好，嘛无特别要意要去甲修成。今年发生严重的中国肺炎，全世界胃甲乱糟糟，教育部避免学生相会，宣布延长寒假2礼拜，观察疫情。阮趁这个时阵去整理园仔，骨仔体咧要摊草的时，发现山轮仔顶有规模的姜头，心肝头摇疑，这敢有路用？看伊生甲遐水，感觉上无嘛爱先甲整理起来。我想要知影姜黄的知识，就哪整理哪来甲朋友问，高翕相互因看。问过3个朋友，因甲我讲，迄是三七仔，是药用的姜黄，人无啥爱种。读册会幼稚文德兄，报恩去 FB 看自然文典粉丝团的报道，才知影阮种的是缩骨姜黄，顶面写着抗癌甲肺炎、抗发炎、抗霾疹、降血糖，药用功效足济，足啥人用。拄好我的骹盘有空喙，前3月初3摔着，已经10天啊。因为糖分悬，小可测伤嘛足噩耗，就切姜片甲糊，这2天就拢退红啊。2月13，下牙透早摔倒，脚头乌甲手翘切伤，我随切姜片甲糊，到暗时就焦松好去啊，拢无发红。我甲笑讲是阿日祖要叫伊做实验，虽然半枵疑，嘛开始哪甘哪用，迄滋味足熟悉，口口内底有囡仔时代草药仔的记忆，脑海内浮出伯公拍规定草药仔的影像。新闻继续逐工报道，世界各国拢互中国肺炎畏水甲袂当控制。想讲这姜黄若会当救人，阮就免费送互人食。阮开始学剪
洗、切、拍，整理2工搭搭。阮求神救世间人，想起阿爸诶话，凡事也着神，也着人。就算做王工，嘛爱先甲拍打保存起来，等防用。2月24迄天，听到姊夫破病诶消息，真惊真烦恼，心内暗想。凡说会当用土地主人恩典的姜黄救敬爱姐夫，美芳咧扫，我甲讲，阮用姜黄的妙用。迄暗伊来阮兜开讲，要摕姜黄食看卖，看着阮规厝间拢姜黄，知影这是要送互人用的。伊讲伊有心买一台磨粉的机器，就随叫因翁摕来互阮磨。磨2工，一罐一罐，顺人工品质的土产完成啊！决定寄互台北的兄弟姊妹食健康，希望照顾亲人，防止武汉肺炎病毒侵入。发现姜黄迄天拄好是我的生日，想起爸爸水灾，连磨粉过程嘛充满戏剧性。迄敢是阿日祖要赐予我的生日礼物？阿日祖疼我，爱我身体勇健，通做台语事工。3个月啊，我逐日烧烧啊啉，亲像咧享受啉咖啡安尼。知影糖分悬到呾有2年啊，毋捌看到血糖指数降遐济个稳定，实在足欢喜。除了送厝内的人，嘛送互身边有缘人，阮满心欢喜。赶伫清明进前，阁种150丛。俗语讲，先生缘，主人福。阮用身体反应证明土地主人的恩典，欢喜甲人分享，希望有缘的人做伙来用。